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进来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哈，我是你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呢特别也个对台中哈来到咱中华这个所在哈，邀请到林春菊春菊姐啊来咱节目中，甲咱做一美好分享。春菊姐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咱边啊吼就是春菊姐啊吼的先生春英兄，咱请春兄甲大家啊来拍一下招呼一下。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是春菊姐啊哈，你目前是伫什么所在这个单位伫服务？我目前伫咧中华县政府。中华县政府啦吼，我所了解是敢若是这行政处吼。啊，咱听众朋友吼，若准有关于这个今日啊所讲的这个信仰的问题吼，啊，咱春菊姐吼应该嘛足欢喜吼，啊有时间会当来找伊吼，啊，甲伊了解一下吼，关于这个这么美好这个信仰吼。春菊姐，你是倒位人？我是苗栗人。苗栗。伫你细汉的时阵吼，你的印象内底吼，你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当一般的传统的信仰。一般的传统信仰，拜拜啊。对，拜祖先。我印象中吼，做细人拢初一十五啊，拢规庄的人拢爱去庙的吼，啊，大家聚集啊，煮青草啊。啊，咱春菊姐吼，伫你的这个信仰这历程当中吼，为什么你会来信耶稣？这是什么原因？哦，这讲起来足感谢主的。安尼吼，请甲咱分享一下。啊，我细汉因为住在做庄脚所在，所以我从来捌听过讲信耶稣这个观念。我会记得我读高中的时阵吼，开始读外国历史，有才去看，有耶稣安尼。对课本内底吼，课本安尼嘿，有这印象安尼讲。西洋书内底对，有这耶稣安尼。是对课本内面去了解。对，伊个接触下这印象。过来讲啦。啊，过来是阮家有7个兄弟姊妹吼，啊，就是阮第二个兄弟，啊，伊大学毕业啊去台北读册，啊去接触迄个基督教，啊去信耶稣。是。啊，伊本来是先去聚会所啦，聚会所，啊，尾出有这个机会神来带领吼，啊有一个真耶稣教会兄弟啊介绍，啊尾出伊就来信真耶稣教会，啊转来苗栗了后吼，迄阵我拄高中2年，伊转来了就要带我去教会，带小弟啊带我去教会啊。这就心嘛。啊，迄阵拄开始我做排斥的。做摆脱这个信仰，爱带你去教会，袂去苗栗教会。去苗栗教会，我迄阵去读册。啊，后来呢？因为我细汉对伊的印象吼，伊就足爱管这弟弟妹妹读书啦，伊足爱读册啦。小弟小妹爱陪伊读册。所以细汉吼，我对伊的印象就是，我拢要管阮啊，因为即那个搁要管我去教会，有够讨厌。安尼啊。啊，恁哥哥啥名？林进和。即马目前伫倒位？伊即马目前我伫台中。伫台中啦，吼，感谢主。啊，听了呢？做勉强就是会去啦，吼，差去2年，到高3毕业的时阵。高3的时阵。我会印象中吼，教会有一遍讲要人去厝家庭聚会啊。好。啊，我来足无欢喜的，啊，就因来我就走。啊，等我9点外看因可能回去，我才回。走去找朋友啊，比起来安尼。你若无讲吼，我毋知影讲咱遮热心的春菊姐啊吼，我那是捌摆脱着信耶稣的代志。啊，我对于这个耶稣教呢，吼，我那是正开始我做反对，做无欢喜吼。甲咱的听众朋友共款啦吼，有人听这节目讲啊是咧讲啥？啊无啊唱一下流行歌咧，无卡拉 OK 咧，卖一下药啊咧，啊哪咧讲这？啊无讲一下庙啊代志也是北家强有诶无啊有当时嘛是摆脱摆脱无要紧啦你加减听，加减做参考像咱春菊姐啊较早嘛是摆脱啦，但是伊甲今仔日将做一个足热心诶真耶稣教诶信徒将做主要所遗路。啊，我印象中迄阵有一遍苗栗教会传道叫环丁甲传道。啊，伊有一遍礼拜来找我要讲道理啦。啊，迄阵我就去田咧，去帮忙做一寡田咧代志。
伊就过田的迄小路安尼慢慢行，安尼桥倒摆起来。安尼哦。我看到我就感我就真感动。厝诶找无我，搁跳过，搁桥倒摆搁来搁田的搁要找我安尼。我就等伊了，我就教伊一厝诶。伊就开始跟我谈到，我就阵吼都直直找足侪问题，就直直要问看会倒无安尼啦。我就无相信，就直直找一寡有诶无诶问题，直直要考，直直要问安尼。找工找帮吼，看会当甲问倒无安尼吼。我高中3年诶时阵，我诶爸爸吼得胃癌，得胃癌了，我足艰苦诶吼。有一遍伊去住院，我就足悲伤诶，我就想着讲。我爱来庙诶，来求遐神，来看顾我诶爸爸身体当健康起来，安尼。就想讲我家爱来庙拜拜。平常时是拢做老嘅时阵去拜拜，对，别人爱变改我一个。迄阵已经要下晡时阵吼。我印象迄庙拢爱，迄阵拢做青草，摕做侪物件去。我即下去，我是毋是我爱摕？拢爱三心五力。是要摕啥物件去？不过我无钱咧。想讲无钱要安怎？就讲袂出想好啦，无空手去无要。就去庙诶吼，迄个庙里就阴森森这样，搬进去就感觉很阴森森。暗暗嘛咧，阴森森嘛。庙诶一般的感觉拢安尼。阴庙安尼。迄庙迄有足侪偶像哦，过门入去吼。几啊十几个偶像。内底拢无人啊？拢无人，我一个入去。我真的转着动我为着阮爸爸我来入去。奇怪，咱去拜神，会拜甲会惊，我感觉足奇怪吼。我就开始很虔诚啊，就双手合十就一尊一尊慢慢拜。安尼哦。对拜到尾后的时阵我雄头压起来，看到迄个偶像的面，那他怎么他的脸怎么那么恐怖啊？怎么一直在张着眼睛在瞪着我？因为咱迄个偶像的面有在弄安尼。对，拢啊。鸟样安尼。对。我头压起来，看到迄个偶像面，我在惊着。真走。惊着。那安尼那恐怖那安尼，我就是迄阵惊着讲飞出来拜无煞，拜无了，就赶紧走。拔腿就跑出去了。哇！跑出去后，我的从在我心里面我心内我的足惊呀！甲你足惊呀！甲你讲拜到底捌个入去庙的啦。迄阵我其实有去教会有一天礼拜因为本身都爱看册有一天礼拜营养无代志。我就去阮二哥的房间找伊就买足侪册啦，我就去伊的书房就开始找，看有啥物册好看。就看到一本天梯。天梯。天梯个我受赠你体验谈伫迄种真耶稣教会即个宣道书刊我就真好奇的，就摕来看。这文字即马伫迄个喜信网络家庭喜信网络家庭TJC.org.tw 你点入去内底伫咧喜信福音内底都有这两本册咱听众朋友咱听即个传教者咧介绍这两本册，你会当去遐看好继续。我就开始看迄个天梯伊写着一句讲，咱若看着神者搁唔相信的人是讲家己本身已经当兵互主耶稣医治好搁受圣灵讲方言袂出搁硬心搁唔肯入去迄个信耶稣硬心搁外信拜会幸福搁愈重。你是讲硬心无要信？对我看到这的时阵，我都插一条。对啦，讲我是讲我老来教会呢，我老看到人求圣灵讲方言呢。我就开始想，我啦这句个重新又看了两三次，我放在心内。我这句放在心内。我讲这啦，这个信用啦，就讲这些是讲的是真的，这是真心的话，安尼袂使等些。袂使丢低啊。袂使丢毒，拼菜哦。对。我就把这件代志放在心。每次我迄个高中毕业理科二专，就无考着，差几分无考着，我就就无考着，想讲就
无来台北上班啊，吼，嘿，要去台北上班，迄个最后一遍，迄个安息日吼，我就等于苗栗教会传道啊，兄姐妹讲我要去阿伯要台北啊，你阿伯拜咱免来后在啊。哦，是是。我心内是搁咧想讲安尼，恁阿伯吼毋免搁来后在，我阿伯毋免甲你麻烦你啊，是讲嘿啊，有点逃避的啦，逃避的心态。真讲逃避，讲无要信耶稣安尼哦，莫讲麻烦安尼啦。感觉直直麻烦咧，吼，迄个传顶只传道就足好诶，讲安尼哦，你要台北，无教会寄圣灵月刊，互你甲迄个亲的团契，互你看好无？我就讲好啊，我就讲因好，因为我本身也真爱看册啦，我想讲安尼礼貌上来应一个安尼，我若毋知讲真实去台北了，伊真实寄来。安尼哦，寄2档，这个刊物寄2档，若是因为这个刊物吼，互我安尼奠定我信用的基础，他在。感谢主。所以你一直看圣灵月刊甲青年团契。我去台北这2档，我就拢无去教会啊。我无去教会，干那看这。我就该看这2本刊物呢。过来呢？我足认真看。看了搁会感动。我捌看到流目屎。安尼感觉讲这耶稣心啊疼阮安尼，预备这救恩安尼，慢慢安尼，经过好多年安尼，来预备这救恩啊。还在那个为咱有咱学习，定力学习，对，安尼，我看到这，对，流目屎，流目屎足感动，就讲我心内家己讲我下摆到底要信耶稣，安尼对，主要所有灵力甲伊感动啊，伊就信了灵了感动啊，毋过迄个是讲等时间的问题，对，是，应该会信，啥物时阵毋知影，啥物时阵我毋知影，我也惊袂出去，迄阵若无人搁后带。所以这关心甲带足重要吼。袂出就是2年后吼，去台北上班2年后了，忽然感觉讲是读册较好咧。安尼啊。佮想要佮读册。安尼啊。毋过迄种第一遍考无掉啊，这佮2年上班无。搁较难。无帮着册啊，要考可能搁较难咯。免啦。毋过就想讲，我想离开台北咧，我想去再过学生生活。是。所以我就有一天就感觉呢，生活有点空虚啊。对吧？抗议。有一天吼，暗时啊，我就去大同教会聚会。大同教会。离阮大姐厝较近安，我家己就第一遍家己想要去教会，是人好招的，后面讲我家己想要。怎教啊？迄阵去教会心内就感觉足忧愁、足悲伤的安尼去教会聚会。迄聚会煞就出去祈祷。是。去便去祈祷的时阵，就直直哭。安尼啊。祈祷了直直。那可能受圣灵感动直直哭。直直哭。祈祷煞足侪姊妹就过来关心，你是安怎安尼？我家己毋知影。是。我毋知迄是做圣灵的感动。结束后，我家己就用行走迄个河堤回家一个路的时阵我就感觉那会看迄个天顶的天空那会足亮诶，足水诶。安尼暗时安尼。我就不是，这就是感觉那个心情我的心情咧放开去啊，放开跟他轻松足快乐诶。看到天顶煞变动诶。弟弟，我是足要求去教会做。煞变快乐出来。我对等于我对。确实足快乐，迄个快乐我无法度形容。看伊天顶足感觉天也足水啊！这是我有阳光来大喜乐。直直要笑呢？安尼啊？现在直直要笑出来安尼。大家要看伊啥物，我也毋知。这真正辅导的力量对主来辅导的力量啦。迄个感受我足深的，我毋知迄叫做圣灵的感动。是。过几工好一遍我暗时2点我佫困袂去。我就开始只想讲若真是有神我家己来找咧。我家己爱找求这神爱体验。对。我就想讲安尼，我就以暗我就立定决心讲安尼，我要重考，我要来考试，要来读册安尼，要考2专安尼。我隔天我就去把工作辞掉，然后就专心读书。都甲工课辞掉去读册。当然去对读册。没有自己读啊。家己自修就对了。因为迄阵离迄个考试阁有差半年外时间，我家己就开始家己高中的册阁找出来，阁开始读。
无简单。到要考试的前2个月，带参加一个总复习班，就是要摕迄个资料呢。哦，是是。嘿，感谢主，相信考到情谊工专的。有你考到啊？分数多高遐？感谢主。我感觉这真些是神你带我的脚步的。是讲咱真些话噶。感谢主。读情谊工专了，就开始去追求信仰。嘛，就去教会就对啦。迄阵去教会是半摆啊啦。哦，我那去真耶稣教会。我去真耶稣教会迄个台东教会嘿，我去遐聚会就对了。去遐有开始追求这信仰。嘿，安尼偌久的时间？半年的时间。我为主来是参加阮学校迄个校园团契。校园团契。就只遐熟悉阮的阮先生啊。哦，咱熟悉出年兄就对了。对。感谢主。所以一直到当时你甲洗礼。专科1年级下学期。专科1年你就洗礼啊？1年级下学期我就洗礼啊。好。嘿，我的洗礼吼，搁一个足奇妙的见证，就是到1年级下学期吼，有一遍安息日，迄个安息日中我的人。把酒无啥爽快，人无啥爽快，我就先去睡午觉。睡午觉的时阵吼，我就做了一个异梦。做一个异梦。我就梦记讲，我倒一面床顶病足重的我家己想要起来教会，佫爬袂起来，你一个爬袂起来。我就听着讲，我宿舍门后壁有足侪同学拢只嘻嘻哈哈，大家嘻嘻哈哈，足侪人，我就开始叫，同学啊，啥物礼拜扶我起来啊！我想要来教会啊！啥物扶我起来？无人要。拢无人睬吼。我伫叫的时阵，一个同学，我足好的朋友，一个同学有入来。迄个同学伊是迄个统一教会。阮感情真好，阮若毋过为着信仰问题，阮若常常辩论对。邀伊来，想要邀我过伊教会安尼。甲伊入来，伊笑眯眯，就行入来，就蹲在我的床边就对我微微笑。我真的足欢喜你要来扶我起来足欢喜的。毋过他对我笑一笑了，佫徛起来，佫转身就行出去。安尼啊，我就失望诶。你若无扶，那佫行出去啦。迄阵我就看到墙壁时钟就指着2点。就是咱教会下晡聚会时间，我就看2点惨啊！我2点我袂聚会啊，我就无紧起来，我袂赴聚会啊。我就安尼行下庄安尼精神，精神了无啊，宿舍拢无人啊，在我一个尔，大拢回家了我甲我一个尔，我就开始想到我的爸爸，已经过世啊嘛，就忽然想起他就想着人生好像。很多不如意，很多空虚，很多无助，人生好像就只有这样而已嘛。安尼尔，我就愈想愈艰苦，我就闭一个面床被，就开始哭。你直哭，感觉家己人生足无望。凄惨安尼。就因为我个性就足悲观。安尼就拢会想，当受灾啦，较烦恼安尼。就感觉人生无啥物希望安尼。佫想着家老爸艰苦的。是。好像人死啥物拢无去啊。佫爱生离死别甲家己亲人永远无法度见面。忽然感觉有一个圣灵的感动忽然我就停止哭泣，我就感觉安尼袂使哦。我已经明别得理啊。我来信耶稣好诶，信耶稣，咱会最大当写。伊是这基本的道理，我规圣灵也看拢。我就是行袂出去，无法度讲我就要来洗礼啊。我就安尼单演下去袂想讲我要洗礼问题。没有很积极。我就讲安尼袂使，我若满意，参照这睡异梦中迄个梦安尼，我若真些当兵安尼死去，我也拜袂当得救呢，安尼哪会使？所以主要说互你看这异象，凡事拢美意啦对我就讲袂使，我进来教会，我就赶快擦干眼泪看时钟，下晡1点我搁会赴去教会，我就跟3晚就冲出去，就赶快跑去搭公车。所以这个希望就是咧甲你提醒要赶紧去教会安尼。对，追求这信仰我就开始去坐公车
去教会的路途哈，啊一公车下底，我就直直哭，那咱心内好像心里在哭泣，伊就感动啊，伊会感动，我就感觉讲，我正要教会是要等于我的厝，哦是，伊个感受是，我要等于我的厝，足迫切嘞，足迫切，足感人呢，足想要感动的，感动，教会。因为我一向个性做较内向，去教会我较早拢若一聚会数，我拢拼第一个走，无人熟悉我。安尼嘛，是，去到教会时阵吼，已经开始要聚会啊。台中教会人足侪，就拢坐满。我后壁看无啥位吼，我就行喺足头前两三排遐坐。哦，感谢。阵都开始聚会，聚会煞咱有差不多10外分啊的祈祷，迄边祈祷，我就一位有的祈祷，我就也先求圣灵。哦，安尼哦，迄边我就足迫切啊，像一般的聚会煞会结束的祈祷，你就足迫切祈祷。10外分、11分左右，迄边祈祷，我就先足认真求圣灵。迄种迫切来讲，我若无求着圣灵，我感觉我人生就无望。是，我想讲，我知影你有这个神，毋过我要一个体验，要真实。有一个体验，是。我看足侪见证，听足侪见证，毋过迄是别人的。我要亲自摸着你。对。你互我一个证据，互我一个力量，互我来信你，因为我感觉我家己做无力感，我无希望，要行这个信仰，我知影无困难，一生要坚持，我讲是你来真相信，你就真互我信你。互我体验你，我咧也请求，就迫切祈求，真些心听我祈祷。哦，得着圣灵，我就得着圣灵。哦，做欢喜得着圣灵，都实在哈。做实在，我求着圣灵的时阵吼，我本来唔是讲信有就有啊啦哈。是真正有这个圣灵。我本来连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到得着圣灵的时阵，本来都念袂出来啊，开始念袂出来啊，用每两个念袂出来，一跳动啊，开始。舌头好像打结，开始一根筋跳动，就开始头安尼。好是。迄种安尼泪流满面，我就足感动啊！然后我跪在柜垫哦，就感觉有上头有一股力量，我觉得力量落来然后我就在柜垫上就开始提我起来，这样几公分这样在柜垫跳，伫柜垫啊顶面那跳，就圣灵充满，就安尼在柜垫上跳跃安尼，甲不出切招嘞。就大感动，真是有神啊！真是有神，迄种感觉吼，真正袂当用言语来完全来形容的。那种深刻体验，无法度有人搁要改变。是，互我离开这个神。迄个震撼吼，一直留到今啊。我迄个感觉我就感觉我家己罪恶就深重。是。我迄阵哪会拒绝？对。为什么不认识他？还可以忽略啦。刚找到家己老爸迄种亲切感。我唔对人祈祷煞人伊唱副歌的时阵，我就拍一我桌顶一下。一直哭，我若对我来讲，我足惊歹势人，我绝对袂做这种对道。最后我感动甲一下拍一下海哭。是。找到家己老爸啊！感谢主。哭甲足欢喜，其实啦，哭甲足欢喜啦。这就是你的信仰过程了，对哈。继续我要见证吼，就是我一边就是阮爸爸要捡骨啦，是，捡骨最终我就想要转伊，讲会当讲搁看伊一面无？安尼好。伊讲我就过学校赶转伊，转伊了吼，阮妈妈就请师公啦，因为我知我袂使拜啊，所以我就毋敢活过。我离迄个因一个师公是安尼做法呀吼，我有一早甲路，我是远远看到这个代志，看到因，我徛喺做路边诶，应该袂无啥会看到我，伊人捌我根本完全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伊人捌我家己点点徛一路边，阮三姐甲阮妈妈伊就过去迄边，过西公迄边做法安尼，我阵个心内是想讲，来当互我去一边看一眼安尼就好啊，我就一路边等一个囝，阮三姐甲妈妈就行过来，行过来我这边，阮三姐就讲向我讲迄师公讲叫你过去拜啦，我阮三姐讲
袂使，我袂使拜。魔鬼会试探啊。对啊，我讲我会当去看者，互我去看者，我袂使拜啊。三姐就足生气诶，就打我一巴掌啊。哦，安尼哦。系啊，讲你哪无爱拜？系啊，对啊，系啊。阮妈妈就赶紧来动安尼吼。我这边体验，我就感觉讲，迄魔鬼啦，知影讲咱信耶稣。系啊，来叫迄个师公，叫人去遐拜，叫人去遐拜啊。这拜了就袂使啊。系啊，咱是知影。咱袂使，你讲魔鬼也知咱信耶稣。咱甲人拜独一真神，拜咱的天父吼，他迄种小魔鬼，咱无去甲这邪灵吼来个再有其他的挂钩。过来就讲吼，老爸死迄土归土嘛，咱的身躯是土嘛，土归土，灵归属灵的神啊，你拜迄嘛无路用，吼，迄是土尔。真正咱阿爸吼已经去另外一个所在，你等候将来审判，根本无可能讲伫遐咧拜啥。啊，我二专毕业了哈，我阵就想讲要来考公家机关啊。有一遍我无意中就看到报纸讲，要招考监所管理员。系啊，迄阵心里伊有点为难，考这个好，毋是，迄阵是讲考这个好。因为伊印象中讲，大概的就对了，监狱好像哎呦，受刑人那些好像很恐怖的样子。对啊，阵离迄个报名哈，我看到报纸的时候是隔天就截止报名。我的在心内想讲，要考无，因为我一直在准备公家考试啊，我想讲这个是一个机会啦哈。啊，这法务部召开的是一个机会，我最后想，好了，无就先赶明仔载紧报名。我就赶在最后一天，报名去考看看。结果感谢主啦！我阵报完名了，我就开始去家己去册店，家己买册，家己看安尼经过2个多月就要考试了。其实咱准备啦，无啥好势啦。拢感谢主考了拢一直等没消息。我想讲，我就只想可能考不掉，想要放弃想应该没考上啊。结果就收到成绩单了。时候才收到成绩单说。可以参加考试啊！去参加考试的时候看到好多人人山人海，看到好多人，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啊？像多人安尼可能无希望啊！每次搁当放榜我第一志愿的时阵，我是填新竹少年监狱，因为迄阵我代表你离较近啊，我的第一志愿的填啊。感谢主放榜讲，我录取了啦，又刚好是录取新竹少年监狱啊。是。迄天我就为出报道，迄天我就去报道去到迄个大门口有一个同事出来叫我，因为迄监狱的门一道关卡，都要钥匙才能开他就有一个同事女同事出来接我，进去报到安尼报到完第一天上班5点我们就一起去餐厅吃饭安尼。伊也讲他也是这一次录取，是把我两天来报到。吃饭时阵咱拢爱谢饭嘛。对。我在谢饭在默祷的时候他也在默祷。我们2个那时候完全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他也是基督徒，我都不知道。默祷完了，他就很压抑，就问我讲：“你来信耶稣？”是。我讲：“系啊，我来信耶稣。”他就讲：“你是信对一间教会啊？”我讲：“我信真耶稣教会。”伊忽然间伊就大声喊一声真耶稣教会。伊讲我才是真耶稣教会呢。是。所以讲教会信的滋味伊就足欢喜的，足欢喜老咱嘞。咱若是咱是真耶稣教会呢，足欢喜的。伊就搁好马上搁好见证讲，足奇妙的啦伊住高雄，伊毋捌离开故乡。是。这边伊讲伊志愿拢填南部的，到尾那前面的志愿都没上，最后才上新竹。要离乡背井的走远啦，伊就足艰苦的。足彷徨的安尼。因爸爸来安慰讲不要紧啦，无一定你到遐主耶稣会安排一个教会姊妹陪伴你啦，无一定安尼也讲好。伊就讲
因爸爸讲诶，无可能诶代志啦。啊，想袂到真正安排一个。系啊，伊讲哦，真实诶呢，真实诶，真实主要所安排哦，嘿，因为阮这边录取十几个哈，新竹少监就分发两个名额，就是刚好我跟他，就是很奇妙啊，就两个可以在一起上班啊，有伴啊，不会出哪成为好朋友。感谢主，嘿，过来我跟前讲，迄阵后来我刚先生后来要结婚的时候，迄阵想讲要调转去中华，感谢神啦哈，迄阵我都怀孕啦哈，迄阵我是新竹上班，伊是喺中华时间，中华上班，想我要调回去哈，感谢主耶稣的安排啦哈，迄阵翁先生的同事哈，刚好曾经在三化县政府上过班，来讲刚好那边文书科有一个缺哦，你可以叫你太太来，他就这样子介绍，所以讲会当调就对了，就是因为迄种我也快要生产了那时候想说。我如果没有调回去的话哈，以后住彰化，我每天清晨4点多就要起来，要搭5点的火车这样子通勤很累啊，现在安排足奇妙的，就安尼就在我生产后哈，做完月子就刚好商调就刚好商调完成，我就连1天都不用回去新竹上班，就刚好做完月子就可以直接来彰化上班了。所以神安排得非常好哈。咱来敬畏神的人哈，咱将一切交托神哈，神就给咱安排得非常好哈。我更见我迄阵是新竹少监哈，上班时阵有一边放假，我就要去新竹迄个香山哈，找我的二姐啊，阮二姐住在足山顶诶，我家己骑机车要去找伊，是，迄山顶路吼，足陡诶，足山坡诶安尼，足惊的，对我看到头前都有一大砂石车，是我头前挡我诶路啦，我想要超车，迄山路阁伤细，阁超袂过啦。只好我就跟后边慢慢骑，迄阵拄着爬坡，我就缀后边安尼慢慢骑。我想讲，人车路一直往前，哪有人会忽然讲会向后倒车完全没想到啊。是啊，原来就是讲，你爬袂起？不是，一台砂石车是在那个斜后方的工地在做事。大卡车的声音就大，嘣嘣嘣就大声，我骑在后边，伊若唔知后边有缀我，伊爬去，忽然去倒车的时阵，因完全唔知，我唔知去后边，我就足紧张诶，迄阵看弟弟倒车落来，我就足紧张，我就直喊，司机也停车啊，司机也停车，伊拢听无，拢无听到。迄阵也紧张吼，若唔知要安怎吼，唔知要安怎处理啦吼。感谢主，迄阵我安尼话的时阵，伊迄个工地有一个因老板娘有听到，紧走出来。我爱着后倒话，伊声到大，爱着我后倒话，讲叫司机也紧停车。当迄个司机听到的时阵，刹车停的时阵吼，伊刹那已经碰到我的车，车，我个人个骑一机车。安尼哦。摇崩落去的时阵，我迄个车的机车前座哈，就是我们那个码表的前轮都拢跑去啊，都撞坏掉我人还在机车上，竟然毫发无伤啊！安尼，讲起来嘛是主要说保修啦哈，主要说保修足大，这种年轻人唔知影惊，这样想着讲迄大砂石车向大，一崩落讲。咱竟然一点擦伤都没有，拢是咱保守啊。唱诗篇34篇讲，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这样想起来，这真是神的大恩典啊。我这个见证讲，我县政府上班了哈，超半年外不就就是讲，想讲要请留职停薪啦。迄阵我大女儿出生哈，想讲留职停薪要照顾，家己照顾家己
查某囝。嘿嘿嘿。迄阵我留职停薪哈，迄阵阮生爱差不多1岁半的时阵。后来我又生了老二哈。盛妍有一次我在喂那个盛妍喝奶的时候，喝牛奶的时候，那个盛爱就背着书包就过来说：“妈妈，我想去上学这样子。”迄阵我就看到盛妍弟弟看到姐姐来，盛妍就牛奶就停了。就无啥要啉，就直看姐姐安尼。我就想讲，潜意识的讲，就讲想讲赶快把他打发走，不要离开现场就好，去客厅玩也好。我就凊彩应讲好啦，随便好啦安尼啦。因为我平常拢教讲，袂使随便离开家里拢足听话啊，有几啊遍拢袂走出来。迄遍我想讲凊彩应的，毋知讲伊真识听，即遍真识听我的话讲，我真册包要去读册，真识拍册包一件出去。当我一罐牛奶饲了，就放心的总算喝完了忽然我心内搭醒过来，我带囡仔讲什么话？迄阵搭着惊起来个，我囡仔囥咧，开始话讲圣爱你在哪里？拢无回应，我就紧去走后院吹四过吹拢吹无，我迄阵才知影真识行出去我就紧走去楼顶个囡仔抱咧囝讲邻居叫因后斗讲这个囡仔，我都摆徛咧，紧要找囡仔。安尼尾安怎找着？刚才小组处理的开始，我的大街小巷附近一直追。敢袂走去教会要上学，敢袂上宗教教育，想讲去教会往教会的方向找也没有就附近的街道神母地方我都找过了常常大家去散步的地方也找了都没有，找几啊遍拢无我回来就搁走去敲电话给王先生讲生爱胖去啦我迄阵足紧张的讲了我就感觉好像感觉好像天昏地暗然后就脑海里就闪过说常常看那个路边都贴那种失踪儿相片我就说我感觉这种代志要拄到我的媳妇但种安尼我感觉我真是无法度承受讲毋知影家己囡仔走去佗迄阵拢找袂出找几半点钟拢找无啦尾仔我就讲袂使一定爱个找，一定爱找出来，我就开始就心里默祷安尼求主耶稣你一定爱帮助我囡仔找出来。迄阵我紧张啦，我开始紧张就骑奥多摆出去找的时阵骑几步路就摔倒来跌下来就手都没力了滑倒我迄阵开始过久开始会紧张拢找无安尼尾仔我搁打起精神讲一定爱找出来，我讲尾仔我搁开始就心里一直默念哈利路亚赞美结束，就是一直想求神帮助我我一定爱囡仔找出来，我就开始去骑我都摆四过去找一直不放弃啦。尾仔在厝边就好心的讲好我来出来帮你找安尼尾仔我搁绕了一大圈找，搁回来厝到迄路口拄着我的厝边迄阵我厝边就叫讲算爱找着就欢喜讲一对安尼啦因为伫迄个咱迄个巷口对面迄个信用合作社对啦伫咧合作社内底就是一个阿伯都要过马路要去信用合作社办代志都看到生爱都行到迄路口可能徛一遐安尼毋知要安怎安尼伊都好心想我看入去信用合作社底安尼迄阵我到位的时阵迄个经理我出来找人讲像有胖去因我一下看是我足欢喜的我去信用合作社要带出来的时阵警车来已经报案警车要来接囡仔是感谢主神的保守囡仔无胖去若无迄个车弄着无人拢做妈妈实在无法度去承受这个代志，承受这个意外感觉咱凡事生活上神拢直直输稳定人保守人看顾我知影讲春菊姐伊就是信耶稣了有真济关于讲信耶稣的一寡这个体验
咱安尼听了也非常这个感动吼。因确实影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咱信仰生活当中吼，拢会拄着一寡困难的代志吼，也是一寡这个试探的事吼。总是主要说吼，拢是一步一步吼，甲咱保守，甲咱看顾吼。孙局者吼，伊自从信耶稣了吼，伊对这个福音就是传福音，要叫人来信耶稣吼，诶，这种恩典呢，伊也非常积极吼。伊感觉讲吼，这传福音吼是一项使命，嘛是咱做基督徒一个本分吼。我要请问孙局者吼，你到底这个福音的这个工作，你有啥物种的体验无？我因为我感受足深，讲这个信仰实在是这拜着这个是真实，咱较早唔知影。对，茫茫人海，唔知影讲爱来找着这个真实。对，吼。咱人其实就是伊创造的，所以咱若有机会要甲人介绍这个信就对了。系啊，所以我就感觉这信仰是足好的，咱会当救咱阿爸咱的灵魂，对，唔免去地下，会用到天父遐去，系啊。所以今日真感谢主吼，咱为时间的关系，咱采访到春局者啊，这个时间吼，特别到这。咱春局者有要甲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最后呼吁无？亲爱遐听众朋友，我感觉这个信仰吼，真实的是足好足好的，咱拜这是真实独一的真神，咱人本来就过伊遮来的，人爱找着这个真神，因为世间足侪咱家己去想出来创造的，迄拢毋是神啊，咱真实爱拜，咱爱拜这创造咱人的神，是咱人去创造遐个偶像的。迄拢袂当被造者，拢袂使称为神。感谢主吼，咱求主耶稣继续来带领咱亲爱朋友。哎呀，恁有这个机会吼，来信耶稣，来得到这个真美好的信靠的力量，甲真信仰的这个生命，以及实在这个愿望吼。最后，咱要来邀请咱亲爱听众朋友吼，伫空中甲咱做来祈祷吼。奉主耶稣基督性命祈祷，主爱天父真神，愿人类都以可靠救主。我们来感谢你，赏赐互阮凉风活气、五谷菜色，互阮人类会当来享用，来医治着阮肉体的生命。你也赏赐阮人类生命之道，宝贵的话语就是圣经，互阮会当找到人生甲将来活命的活路。因为过去当阮无认识你的时阵，阮心内是充满着对你无理由的误解，也有真济的嫉妒、纷争甲不满。其实，阮人真正是非常软弱，是充满着无知甲固执的。当阮伫无知固执的时阵，阮敬拜着迄个被造的偶像，也定定互伊来甲阮克制，来过着惊吓生活。生活当中实在是无真实的倚靠的体验，拢是充满着痛苦的，因为抵挡真神。拢成为了阮人类的心眼，的世界假神魔鬼撒旦的，也定定借着安尼来扰乱着阮的生活，互阮伫肉体甲心灵的苦楚当中，无度真正得到平安。但是主啊，我要感谢你，自从阮认捌你了后，阮会当借着你的真理的话语呢，来理解，来真耶稣教会，来你所设立有真理、有圣灵、有新约真教会。来永生神的家，信主得到头棒，来感受到对你来温暖，会当得享到你的平安。亲爱的主啊，我今日借着你所赏赐的机会，伫空中借着你所竞选的儿女，用着诚实感恩的心，来勇敢见证你所福音的这个白白恩典，分享着互阮较无你真理救恩的听众朋友，甲阮做伙来得享着你的救恩。来稳定着阮的心灵，来时时刻刻来靠主你的带领，来经历着人生有主你的带领伫各阶段当中的美意，来共享着你的平安甲福气。主啊，阮知影你凡事拢会当，伫你无难成的事。要紧的就是阮有信心，求主你圣灵亲自帮助带领，开启阮众人的心，伫这个多灾多变的稳定的世代。互阮人人拢当找着你，来得到你稳定不变的爱，来成做阮的救主，成做阮的神。互阮众人呢，拢当过着真平安、真喜乐、真福气的生活。最后呢，阮也伫至悬的所在，荣耀来归予你，愿恩惠平安归予阮众听众朋友。哈利路亚，阿门，阿门。